Interior Design 會點樣諗 The Henley 2期一座 A 室，一個888實用平方尺嘅3房新樓室內設計概念。依家大部分嘅新樓發展商都加設咗部分家私設備，對室內設計師佢哋會唔會係一個問題呢？原有發展商嘅入場家私相對都比較深色，所以我哋嘅室內設計風格反而會加入多啲淺色，但係同色通嘅木紋系列去設計，令空間睇落會輕盈啲同埋光猛啲。我哋亦會做咗啲弧形嘅圍身牆，除咗統一原有嘅弧形天花燈槽，亦可以柔和翻成個空間。室內設計師亦揀選咗有圓形元素嘅燈飾，令客飯廳會有多啲線條美。經過隱藏門，第一間客房會係小朋友房間，唔知設計師會點設計呢？因為小朋友唔中意太 colourful， 所以房間我哋選擇咗用北歐嘅 Earth Tone 風格去設計，再選用淺木色嘅家私，令成個空間 warm 啲。我見你哋將主人房嘅房門改前咗，係咩原因咁做呢？可以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睇返我哋詳細介紹片段㗎。